来这件真无良心，有钱他赚得好，拢无咧顾人的性命。嘉义县调查站伫咧台南查到一间做清洁剂的工厂，为着要省成本，去病院回收洗油脂的药水桶，倒来滴洗碗精，然后提起5斤10岁啊行贩卖，已经卖3年了，至少赚到150万。啊，这种滴药水的桶啊，万不一若有残留药液，或者是病菌，甲清洁剂来掺染，是会危害咱的人体。系啊，伊去算啦，伊点甲头壳讲讲。工厂内面有真侪空桶啊，执法人员算甲头壳会戆，拍开一个看，这个桶啊是病院洗油脂、药水的空桶啊。业者将标签掠掉，伫工厂内面直接就管洗碗精、漂白水等等的清洁剂，再搁搭新的标签，直接销到路边摊，也是搁大5斤卖场去卖。随意好，随意好。问题是药水的空桶内面要一寡药水，也是病毒细菌，将这清洁剂淋入去，会危害到人体健康。这病毒有可能存在的话，那我们拿来洗碗，再盛装东西来吃啊，这个是非常对民众不卫生也不健康的。嘉义县调查站抄到伫台南一间塑胶工厂甲清洁剂工厂，为了降低成本，涉嫌甲分嘉南地区的医疗诊所回收空药桶，结果管清洁剂去卖，3年来估计已经用25万的桶啊，捕获的得利有150万。那这是4公升的刻度就在那里哦。是，这民众可以去利用这个方式去辨别。要安怎认？会使看桶仔顶面敢有刻度。一般来讲，便宜药水桶仔拢有刻度。若是买到类似这款桶仔的清洁剂，咱的乡亲都爱特别细致。